修前呢，我们就先讲解一下21度母离赞文的。今天是好像是第三季，第三季呢，就是为了礼赞什么呢？礼赞当然就是知道礼赞本尊如度母的生苦义事业功德的一切功德方面嘛，对不对？对。然后呢，就像比如说一个人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哇，你说你的这个技术很好啊，你长得很美啊，或者是你长得很帅啊，就是一个男生女生的话会这样说嘛。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口才好的，那就说哇，什么人口才特别好，或者是他很有文化，哇，他很有创意等等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本尊如度母呢，就是赞美本尊如度母是最主要呢，就是以他的这个慈悲跟他的这个智慧，他的智慧跟悲心，然后呢就生苦义，也可以说是利外米的一切功德方面赞美，所以呢就对本尊如度母身世以及手期以及本性之功德作为那个顶礼的意思赞美，顶礼嘛，礼敬嘛。然后这个礼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就修持21度母的礼赞文呢，就是每4句呢，就是在礼赞一尊度母，也可以说是一此度母。从我们说礼赞一尊度母这样讲的话，那就21尊度母呢，就是每一尊就是礼赞一次，你这样去想也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1次的礼赞本尊如度母的一切功德，也这样的理解也可以。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说21度母也是本尊如度母一尊，然后呢就是本尊如度母也可以是21度母，或者是无量无数的度母都可以的，其实是一个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我们那前面我们就不用讲特别多，因为共修前呢时间也没有太长，可以我们用在那个讲解方面。但是呢，每一次共修前呢，就是在解释一下，从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礼赞的方面。那今天是第3季，然后礼敬、经、律、妙、持、中。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的这个本尊如度母的仪轨当中的这个翻译跟这个呢，就是会有点不同的，所以你们也可以看那个仪轨方面的。那么这个里面也许可能仪轨方面的那个翻译的方面也会有我自己比较没有特别的懂那种文言文的中文的这些方面，有一些我没有特别理解的部分，我就自己听不懂的部分也有。但是呢，我就今天把这个有改变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完全也按照那个藏文的内容把它这个翻译出来，然后呢就以我自己的这种所理解的范围的，那么直接就是用白话的方式，然后呢能够可以再表达出来，能够可以在比较容易能够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来有改变一点点它的这个前后顺序，还有一些子句的内容都是有一些改变。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礼敬这个方面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我们每4句前面就是会出现一次，这就是顶礼的意思，礼赞的意思。然后经律是什么意思呢？藏文里面呢，其实呢就是没有出现律，都是会出现一个绿色、蓝色、红色，就是黄色，这个4个颜色里面呢，就是蓝色的这个蓝的一个意思。但这个呢，只是这个藏文里面呢，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说绿化，中文里面讲绿化什么地方的绿化特别好，那藏文里面也是会有出现一种墨炯。墨是什么意思？蓝色的意思，炯是绿色，所以就相当就是我们绿松石，藏文里面也是会叫蓝色的蓝，月木不月是松石，
蓝就是蓝色的，贪蓝色的意思。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绿松石不是蓝色，那么绿度木也不是蓝色，它是绿色。但是藏文里面呢，它就是那个所谓的蓝呢，就是有大跟小的区别。所以整个的蓝色跟绿色的这一系列就是蓝，就是蓝色的系列里面得分成绿色跟蓝色，然后就是蓝色也有各种各样的浅蓝色、深蓝色，什么红那个暗蓝色等等的，有各种各样的。然后还有绿色也是有怎么说呢？那个浅绿、中绿，然后就是深绿等等的，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整个的就是有把5个颜色呢，把4个颜色，比如说那个黄色、红色、蓝色、绿色4个蓝色呢，就是剥开在2个蓝色里面呢，2个颜色里面的时候呢，就红色跟蓝色就这2个，蓝色呢就是剥开绿色。红色的话就是剥开所有的黄色跟那个橘红，这些都是剥开在红色里面，所有的暗红也好，所有的那个这些都是会剥开在红色里面。以这样的一种用词方面来说的话，就会有一个绿，会有一个蓝，还有那个金，黄金的金，色墨，我们那个礼敬就是香擦了，香擦就是顶礼的意思。然后就是金绿就是色墨就是这2个就是金跟黄。那么这以上的这4个字呢，就是要赞美本尊如度木的它的身色身体的颜色。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出现一个绿色那么当然知道本尊如度木的它的身色呢，就是一个绿色。但是绿色里面，绿色的前面会出现一个黄金的一个金。这个是什么意思？它那个就是本尊如度木的颜色金色吗？还是绿色？还是蓝色？有这样就想到，本尊如度木的颜色是绿色没有错，但是前面会出现一个这个金色，它就是一种修辞的一种用词，而且呢，就是它就把它那个赞美，而且是会能够达到就是它本身的这个颜色是绿色，但是呢，它的明亮度。就是如同黄金一般。Jeta